真欢喜看到你，真欢喜看到你，真欢喜看到你。感谢主，感谢主过去一周的看顾甲保守。现在，互咱大家安静心，来甲主三结连，求信心即马都稳定伫遮，甲咱同在。首先，咱做伙来献上咱的懊恼，甲感谢。咱做伙开嘴懊恼，甲感谢咱的主。咱做伙开嘴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亲爱的主上帝，今日早起，阮主持伫遮，我们向你献上阮的感谢甲懊恼。求主你的恩膏，求主恩膏阮的灵，互阮会当来听听你的话语，信心充满伫我的心。感谢你赐予阮性命，感谢你保护阮的家庭、工作甲身体。阮感谢你满满的恩典赐落予阮，更较感谢你，互阮成做你的囝儿。求主持续帮助阮，互阮伫每一天的生活当中，拢会当照着你的旨意来行，嘛将阮的所有一切拢交托予你。求你引带阮，互阮会当顺探你的旨意，甲你同行。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子名，阿门。哈利路亚。主啊，阮一个土地，互你来翻转，阮信心来祈祷。为一个土地，我信心祈祷。为一个城市，我强比憔悴。我主的我命，领到这的百姓，愿全力爱把天平，愿你苦甘你，愿所先为着咱家己的罪，甲上帝关系来祈祷，求主来赦免咱的罪过。咱知影咱时常来得罪着主，但是咱可能唔知影，咱只是献上咱的祈祷，求主来赦免咱。咱嘛为着身体病痛、心灵软弱、世上亲人的遗体，咱献上祈祷，咱做伙开声来祈祷。感谢你，你是我的主，你是我的主，感谢你，恳求你赦免我的罪，你保护我洗净我的罪，主啊，主啊，求你，让我时常来甲你三个结连，主啊，我恳求你，我对身体病痛也是献上我的祈祷，求你来帮助因，来医治因，心灵软弱的主，我求你，求你来扶持。天父，我感谢你。阮甘心降服伫你的脚前，因为你的疼启明阮归于你，归于你。啊，毋过阮常常得罪你，主啊，求你除去阮肉体的软弱，赦免阮的罪过，脱离一切卑贱的事。主啊，感谢你手术救主耶稣，成做阮万福的源头。求你用宝血洗净阮。求神圣更新阮，恢复阮甲你中间破碎的关系，互阮时常听到你、亲近你、跟对你。
慈悲怜悯的主啊，我嘛将身体病痛、心灵软弱、世俗亲人肢体，愿献上阮的祈祷，求主你医治的圣手临到因的身上，医治恢复身体病痛的兄弟姊妹，心灵软弱的，求主你来扶持，使落刚强的心智，伫咧因的心中，有世俗亲人的，求你安慰因。临到因的心中，亲自怜悯扶持因，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接下来，咱嘛阁为着教会50禧年的事工推动，甲世界和平、台湾的平安，嘛为着今日查牧师2堂的讲道，礼拜咱献上咱的祈祷，就是邀请大家来开嘴大声，咱的祈祷。咱做伙出声来祈祷。哈利路亚！耶稣，感谢你，你是阮的主，你是阮的王。我为了教会50禧年耶稣刚推动，我感谢你，我有你，主啊，你是阮的主，你是阮的王。主啊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亲爱的主。感谢你，予阮的教会行过50年的稳定年月，愿你的灵会当持续引带阮头前的脚步，予每一项禧年的事工，拢会当照你的旨意来行。求你帮助阮所有的团队同工，拢有合一的心志，共同来去做你的国度。主啊，伫咧乱世中，愿真知只有你是和平的君王，你是平安的君王。求你怜悯这个世界，平息所有的战争甲灾难。主啊，我们将台湾这个土地，愿献上阮的祈祷，求你保守这个土地，让百姓拢会当享受有对你遐来的平安甲自由。主啊，最后愿恳求你大大使用查牧师。予伊所传讲的话语有信心的能力甲智慧，求你开阮正人的耳孔，予阮若是听见，也愿意照你的话语来行。愿安尼同心恳求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。阿门。我
请会众咱做伙起立来学罗咱的主，来甲主所给的，哈利路亚！咱当主一伫遮。咱当主一日保做一敬拜，心的主你甲阮同在，每一日你拢受事到夜的开来，因做阮行深深的山谷，顺境恶路，顺境恶路。你安排阮当定着每每差错，顺境恶路，逆境恶路，我欢喜顺通行天路。咱踏出一日保做一敬拜，心的主你甲阮同在。心事到夜的开来，你带我行深深的山谷。顺境恶路，顺境恶路，逆境恶路，你安排阮当定着每每差错。顺境恶路，逆境恶路。我欢喜顺通行天路，哈利路亚！咱踏出一日保做一敬拜，心的主你甲阮同在，每一日你拢心事到夜的归来，做咱行深深的山路。